如来所得的这个法，无一个有，甲无一个空。安尼讲听有意思，有啦吼，咱讲的，就是叫做这个有，人咧甲这个有，这个叫做俗，咱叫做俗地、俗地，这个空叫做空地。啊，佫有一个中道第一地。先来甲讲，如来所说的法，你无执理有，甲无执理空，这叫做空有不二，空有不二。空在有中，有在空中，所以叫色空不二嘛。咱常讲叫色空不二嘛。色就是有嘛，色就是有嘛，啊空就是空嘛无嘛。色空不二，但咱断万缘，断万缘所生出来就是用到第一点。万缘所对万缘，无执理万缘，就是咧讲即个物件嘛。色空不二，断万缘。受空不二，这个受空不二，心若净，就是讲这个物件嘛。想空不二，啊成空天就是讲这个物件嘛。行空不二，关注在就是讲这个物件嘛。啊来呢，事空不二，就见如来就是讲这个物件，总比到地地的见如来嘛。哦，啊这个叫做呢？这个叫做色嘛，这个叫做空嘛。如来所得法，无色无空，啊，这是讲什么物件？所以色在空中，空就色中。哦，这个空的话就解释，他一切事相不执着，伊伫一切事相中，因而分别为这种物件，叫做色空不二。啊，有今日，咱即摆。咱的重心就是安怎？看一个影，啊，生一个囝。咱的重心就是做这种物件。哦，做叫做生啦，生心啦，生心啦。哦，咱生什么心？咱生学习心啦，咱生学习心啦，咱无用生清净心啦。妙有没有？咱不得因为种色空不二，你识起了哈，你识起了，伊用这执着，伊用识起，伊用这个物件叫执着，袂用这个物件叫执着。跟咱讲的当中，他当下含伊咧说法内底当中，他也不是色空不二，因为咧讲法内当中，伊说法中内底，伊无有一个，无咧讲众生听，无有一个众生咧听我说法。以当下即空，以缘起性空，以观机斗教，哦，以观机斗教，以观迄个机斗好了，伊马上缘起性空的物件，缘就是咧讲这个物件嘛，色嘛，空嘛，缘就是讲这个物件，因缘所生嘛，就是讲这个物件嘛，所以缘起性空嘛，它就是不二的道学嘛。咱找到这个物件，怎么地这个物件？啊，袂咱找这个物件啦。如来所得法，诸法是无一个实，甲无一个虚。你晓得我无说，迄个实要怎去讲？我若甲你讲一个实，就有你就走入去边；我若甲你讲一个空，你就走入去空，甲进入去边。然后，所以咱来讲，缘起性空，性空如何说？性空如何说？咱过去前辈常讲一句话，讲我徛徛伫遮，啊我也冇讲，你也冇讲，哦，啊看安怎来讲？哦，安尼对，啊无啥佛陀伊当时莲花微笑，伊当时莲花微笑，伊是安莲花微笑，迄叫做印心嘛，是毋是叫做印心嘛？啊是个印心，印心内底有刷无？印心内底有刷无？印心内底无刷啊，印心内底无刷。也印着你亦如是，我亦如是，你亦如是，我亦如是，安尼尔人一定得着。我咧讲一堆咱嘛听无，啊讲愈济就走愈济去，啊讲愈济就错愈远去。
讲蛇，你着刷，你像当时咱啥物人？哦，咱新秀，有着甲讲，你设手机咧，哦，来咱见人，我着要做事，互你听着做事好忙，对毋对？我若毋做，我若毋写字，我而且，而且几年，你做，你做教授书啊，我若要写，伊个书都讲我丢座位，我是要写甲毋写，要写则写袂写，若毋写书，我毋知影我听无到底，台湾，所以迄个已经伫迄个物件看出，伊想不出所以然，迄个心已经进入迄个底啊，迄个有物件，有东西嘛，有词嘛，有即个东西嘛，有即个物件伫内底啊，迄物件，一直发咧物件内底当中，真正空有不离道理，有即个物件内底当中，伊讲会出物件，人事着已经知影讲袂出物件。你做出言见性，只教门话，不教门话。你讲的即首句语，教门外的，不教门内。如是菩提菩提师弟言下识是本心，见是本性。言下识是本心见，毋是言内底当中，因为言语多端生命主迄个物件。但是咱今日咱六祖言啊。听着尔，足简单。咱出念经，我足简单，就甲念出来听。菩提不无手本行，为在本来无何处别真啊。因为伊也捌字啊，你找着迄句的字义，按伫后壁就甲转起来。其实迄句句语嘛是因为六祖言做言跳板去，无伊也捌字啊。所以今日咱一定要了解，圣人的文字经典是互咱做骹踏板咧跳，伊爱注意即件圣人伊的道理啊，圣人的经典，就是互咱做骹踏板咧跳。你一本册你若读啊烂去，你若搁家己带上无物件，安尼无效，那死啊！安尼无效。是安尼讲，因为你读文字尔嘛，就敢若讲嘛，即只船啊，你咧坐。你若坐到一个时阵，你若毋知影落船，那是无效，那是爱坐船顶面。这册经典无论你学啥物经典，你若无离经典，家己体悟物件，你若离经典的物件，要说讲经典的物件，你讲迄文字，你家己无所得。所以咱今日圣人，咱过去六祖规行，咱是照着身受迄句话，咱甲跳过。有听咱跳会过袂？毋是较简单跳，迄叫做功夫啦。你今日伫遮后壁，咱今日伫遮讲遮物件，咱后壁有一半点钟会先着非常对毋对？迄嘛想咧，咱逐个来讲，要安怎讲咱逐个迄个跳法。咱逐个看着即个物件，伊安怎讲？咱讲的即个物件就是做咱跳法。跳就是要咱有所得嘛。你今日若即句话，你家己有所得着，迄句话你不虚实行，你不虚实行啊！两边拢无出去咧讲的教比赛，伊讲教比赛准所以今日咱一定要了解。所以咱讲，如来所得的法，无实无虚，所得的法无实无虚，即句话要了解，它是空有无的道学。叫做色空不二的道学，这个话就是讲色空不二的道学。处法伊毋是讲伊得着我足侪物件，我得着足侪物件，毋是即个物件。我毋得着一个空，毋是即个物件，拢毋是，恁讲啥拢毋对。即个物件就讲，要安怎达到色空不二？要讲一个较简单的叫做缘起的东西，缘起的物件，缘起的物件，你看到的物件。你要用清净心看这些东西，因为伊所有拢总是一个如来的法相，一个清净的法相。如来用一个复杂心来看这物件，这物件所看出来的物件，拢总是足复杂。你若用
用一个清净心来看这物件，共迄个物件起来拢总是作清净。当今日你落雨的时阵，你若心情好，你落雨感觉心情足好个。叮叮咚咚，叮叮咚咚，咱是来笑我好听，对不对？你感受着迄个雨味啊吼，你感受着迄雨声啊吼，你感受迄个是音乐声。当你心情来歹的时阵，你落雨叮叮咚咚的当中，吼，你是想喜爱的声，吼，哀怨的声，吼，无奈的声，是毋是安尼？因为你的心情所听到外口迄个物件，感受到的声，无相像。啊，毋是讲迄落雨吗？毋是讲迄落雨吗？啊，问题出伫对，问题出伫你这粒心，安尼叫元气啊。哦，所以元气了后，愈来所得法，愈来所得法，即个法就是叫做元气，因为伊无一个实，甲无一个虚。但是咱今日去了后，个人的同一件代志，个人的心情拢无相像，个人的心情拢无相像。是安怎个人心情无相？我昨暝若困较无好势，火气较大，你讲话火药声较大，较大声，对不对吼？我昨暝看着较舒服的吼，心情较爽，起来有透早起来考试啊，啊，毋是有相像吗？什么原理？你的心。所以三世诸佛该中出，拢是心即粒。哦，三界过去上中下三界，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，三界所演化的物件，拢是即粒心在演化，所以拢是即粒心生。一切元气的物件，拢总是含你无关系。你去攀缘着含你有关系啊。咱今仔逐个同修，是毋是安尼？逐个拢同修，咱要逐个个性，人拢有一个个性，对不对？但是你若要去甲生迄个个性，你若要去甲引导迄个个性，含你有什么关系？含你连咱个性，咱要摆咱个代志，含你连甲一点关系都无。你讲，逐到上赵老师安如如不动，不动如如啊！我赵老师敢是安尼哦？我赵老师我是爱叫爱吼爱来甲伊做一个赞叹啦，他的修养真的很好吼，嘿，所以这个当中啦吼，爱知影元气的物件，你一直是，好，含你个无关系，但是你的心情，浮动就有关系，所以任何一点连接感，真正一点连接感，免得个好甲歹，逆境甲顺境，拢总如是，免得顺境甲逆境根本如是，真正连接感，但是较紧连一些。有人去跟他进步啊，在进步啊，好，继续，咱继续来念了哈。